世界萬行台攏佇咱台灣新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好，我是主持人黃平成。你厝裡敢有囝兒逝世？咱講到立法院若要推出了未來戶頭，講要13年愛4500億，那麼18年了後，囡仔50萬會當摕。但是萬不利，米粉起大價，那麼愈食愈細地。鼓勵生育政策，敢干這個政策？今仔日4位專家學者鬥陣來討論。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民主進步黨立委張雅玲。主持人好，大家好，主持人大家好。來，第二位國政基金會財政組副研究員周信友。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林鴻陽。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立法委員黃國昌，汐止金山萬里區的主任陳宇哲。主持人好，大家好。那麼繼續咱就來關心，因為經濟負擔，所以敢是即賣人唔敢生囝的理由嘛？因為安尼再來愈生愈少。若要來入位，就認為講安尼，咱來提案，要來設立着台灣未來戶頭，政府甲老爸老母來鬥陣替囡仔來欠錢，但囡仔18歲上濟會當領超過50萬。不過民進黨的立委甲衛福部質疑着這項政策，恐驚會增加着財政負擔，好嘢甲散車偵查真濟會愈來愈嚴重。囡仔愈生愈少，經濟負擔是一大原因。為着要解決問題，在野黨提出替囡仔設立台灣未來戶頭的概念。若被立委也佇立法院提案，規劃佇囡仔出世了後，政府會當先佇咧口座內底欠5萬，了後逐檔閣欠1萬塊，用長期性的投資，預估佇咧18歲時會當領33萬。若是過程中家長要相對半錢入去，口座金額會當超過50萬。這部台灣未來賬戶就是用制度化去資產的支持，減輕育兒的負擔。從孩子的出生那一刻開始，我們一起就來投資國家未來的競爭力。拜一立法院社權委員會咧討論這個草案，有民進黨立委質疑講，若是照拿爸立委所講的，爸母也會當家己提拔愈濟，囡仔成年的第一桶金錢就愈懸，才會變相講造成好野散食愈差愈大。是不是會是又是打造一個社會不公的一個溫床？你要知道，有錢的人你請他儲蓄哈，這個是一個好事哈；沒有錢的人，你讓他去儲蓄哈。這是一個罪惡。衛福部也指出，政府的資源有限，福利政策愛做的應該是把預算留給弱勢家庭的囡仔。你的爸媽因為在台積電，或者說在這個高所得，還有國家還要給你這個開戶金，我是覺得恐怕會有複製目前現有的貧富差距。咱不是干那有台積電，還有這個高科技，咱嘛有真濟迄個工苦人。這正是咱正愛個照顧的。衛福部補充，政府對2017年開始已經有針對弱勢家庭的囡仔推動離校未來教育發展戶頭，每一戶弱勢囡仔在18歲時會當欠54萬。政策推動8檔已經幫助4萬名的囡仔。衛福部希望把預算留給需要幫助的囡仔。記者台選林旭凱台北報道。觀眾朋友，頭先看了這個新聞段哈，第一。這個新聞內容，第一要跟你講，這個政策是如此這般。另外是為了內面大家討論講，是不是會這個好野散車的政策愈來愈懸？哦，但是咱愛先問一句話：若要立委推出這個政策，或者是講要來推設這個法律案，伊個原因是講要提高生育率。第一，咱的生育率是因為經濟問題嗎？這小等呢，可能要請4位來小可思考一下吼，甲觀眾朋友鬥陣來討論。咱先來看講台灣未來的戶頭吼，2013 9月2號了後出世12歲以下的國民，那麼政府呢一擺提撥5萬塊，1歲到12歲每年會當撥1萬，每年家長課意思講。你也許你無錢就賣，吼，你有錢就撥10萬。我想講，我既然有10萬，
我來家己來寄去古金、古市來買，我可能就比你這較贏。我咧18啊，過來而且18當才會當提出來，我嘛是會當隨時用，吼，這另外才講。啊，雇主會當5萬塊。那麼投資的標的呢是成長型的，這個 ETF 即擺上市行的吼。啊，另外18當了當領65萬。好，第二個問題咧啊，18當了65萬。是毋是麵粉起大價愈食愈細地？哦，啊，就學、積分、創業啊，買厝甲租金。啊，我知影講，即個委員吼，後提出你家己的版本吼，你先講看覓，你家己對即個目前納筆的即個版本，啊，針對因的即個訴求，啊，你提出即個版本是啥物理由？啊，其實我舊年3月就開始甲衛福部底下討論啊，吼，所以已經討論要一冬啊，吼，所以舊年底看到藍白提出這個方案，我是感覺講啊，這個好的政策，但是來大家來做伙討論啊，是一個好代志，因為大家來做伙照顧阮的囡仔嘛。啊，我的家己的版本是講吼，我是無想要政府先提一條錢出來，吼，因為對我來講，但是攏是政府來提錢出來，啊，這個就變成國家財政是頭一個問題。啊，第二個問題，還有講，因為家長應該還是要有他的角色才對，好，因為我們應該是要鼓勵這個家長來甲小朋友做伙來儲蓄，這個代志嘛是應該家長的責任應該嘛在內底。啊，第三個就是講，因為即馬你個存着10萬塊，你存10萬塊的時陣會使折抵稅，啊，這其實一個足大的問題呢。你是愈有錢的人，愈有法就得到這個稅負的。100萬。啊，冇，它是上限吧？應該是上限，我記得它是上限。對，我記得它是上限。上濟是會使10萬塊，啊，但不過你會使存10萬塊的家庭嘛是無講介濟呢，吼。啊，你已經足好呀，足有錢的，佫會使摕到國家稅負補助，這無合理啊，吼，對不對？所以對我來講，我家己的版本就是國家甲家庭做伙來啊。每一個月，這個政府補貼他3%到3.5%的稅率。啊，是針對每一個家戶戶。每一個人啊，不過弱勢又有在加碼提撥，啊，不過藍白版本沒有去處理到這個弱勢的版本，要安怎處理？就變做講，你講是公平，大家攏有這個公平的起跑線。可是事實上，你看你在。啊，但是因是13年4500億，啊，你是一年愛偌濟？237億，237億年。237。啊，10年嘛是2370億。對。哦，所以減超一半。啊，但是這230億，這237億是日常的這個預算落去開支，還是愛特別條例落去處理？衛福部的公務預算去處理。衛福部的公務預算落去處理。討論，因為迄當時我們討論一冬啊嘛，啊，迄當時嘛，我想講這條是到底要安怎處？啊，所以上尾也是討論到哦，可能衛福部的公務預算來支出這個部分。啊，這本來的科目還是新開的科目？這本來因為本地我們就有迄個兒少未來賬戶啊，兒少教育發展賬戶啊，本地就有啊。咱本地現行的，我講給大家來聽吼。2016了後出世中低收入以下的家庭，長期安置兒少，政府以弱勢家庭1:1的比例來提撥，但是這是弱勢家庭，啊，你即擺咧擴張到一般的家庭。啊，弱勢個加碼。啊，弱勢佫加錢，對。啊，比如講，若阮厝咧，阮迄所會才6歲，啊，我逐個月來加納偌濟，就去撥落去口罩內面。啊，你會使決定啊，我的版本是3000塊啦。3000塊。3000塊，對。啊，毋過迄當時阮有算無共款的版本啊，若是3000塊是上濟。但是委員，我因為這3000塊，我會當隨時講哦，我急用，我要提出來用。袂使，是因為。本地這個設計就是講，迄個12歲了後，18歲了後，18歲了後，可能你要創業，有可能你要有一寡圓夢的計劃，還是要教育的時陣，這條錢，我本地是設計安尼。我頭下問的，我知影，就是講，所以即馬在討論的時陣，嘛有討論講，12歲會使先處理一屆無，會使先有一屆會使提出來的機會，因為可能12歲的時陣，伊可能就像新加坡是有這個設計在內底，所以。頭先的版本是18歲，啊，毋過若是會使討論到。啊，同歲碰撞要安怎？同歲碰撞，我是感覺講吼，因為這毋是講小朋友理財大發的一個概念，是講教育基本保障。伊若是創業的時陣，若是要銜接這海外圓夢基金的時陣，有一條錢會使去做嘛。
所以這是一個我哦就節目之前我有查過啦吼，18當進前吼，一粒饅頭5塊啦，即擺一粒饅頭20塊啦，吼一個漢堡啊20塊有誒嘛有50塊啊，即擺敢200塊嘛，吼夜市迄陣時誒65萬，可能一學期誒學費哦。我是感覺講吼，因為大家因為足儕國家攏咧做這個代志啊，因新加坡啦吼，啊無進前啊即嘛有迄個英國啦吼，啊閣有韓國啊足儕加拿大嘛有，啊毋過大家做這個代志的概念攏是講，小朋友會是政府甲家庭做伙來是一個社會福利的概念佇內底。所以就是講，互伊18歲還是12歲的時陣，有一條錢會使去使用安尼。委員，我先停喺遮吼，我最後包起來問你。咱推出這個政策是要讓大家敢生囝，哎，唔是，要讓即馬現主時囡仔已經出世的，會當更較有保障。都一種。保障，較有保障。我的想法是安尼吼。唔是要為着促進。其實你講你做這個代志，真正會有法度生足儕囡仔，我是感覺是無可能的代志，因為少子化的問題是足複雜。因為其實我進前嘛有足儕，就是阮家有足儕迄個學者嘛，伊就是針對少子化，光這。中央研究院啊，台北大學啊，吼，啊，閣有啥物勞工團體啊，足儕因攏有提出因對少子化的一個處理的方式。啊，這個處理的方式其實是足儕，唔管是生育津貼，吼，親像進前2024年的《經濟學人》伊嘛有講，就是生育津貼哦，生育補助還是頭一個打底的一個工課。啊，毋過上尾啊，因看北歐的一寡案例，嘛是社會整個支持度，啊，閣有環境、家庭、職場的一個友善程度。這嘛是最重要的一個部分，所以我是感覺講少子化，這是一寡愛足濟誒代志，我要繼續來做，吼。啊，毋過這個是感覺講因為阮講少子化是國安危機，對不對？啊，若是少子化攏是國安危機，那你哪會使放互家庭家己去處理咧？因為這生出來囡仔後擺嘛是。所以咱這算社會安全網的一點。對，你去支持伊。安尼觀眾朋友，今仔你就知影吼，這毋是專門要來講，要互你假生囝的代志吼。啊，咱先停。咱先停一下，來請周老師。周老師，你認為，但即馬用這種方式？大家較有保障，還是講用，尤其是南北的這個版本，甲張委員這個版本，你家己的看法呢？坦白講，現在藍綠白都有提了很多版本，其實我覺得很多版本都有很多的參考性，因為當然藍白合體的版本金額是最大的，但是他照顧的人也是最多的，但他會不會是最好？我不敢這麼說，但是因為很多東西都是有可以參考的，但包括老師，你記者來講，什麼代志會當參考？我看過那個，其實現在的兒少賬戶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因為他是中低收入家庭，所以其實相對提撥對中低收入家庭是一個很大的負擔。哦，我前一家都無夠，個拍瓜。所以其實1比1的補助之下。開戶數很多，因為你只要開戶，國家就給1萬。那但是15000，你存15000，國家再存15000，這個存的比例並不高。因為他連這樣的誘因之下，那些家庭都沒有能力，他會不存，就是真的他已經拿不出來。對，所以你看到4萬個賬戶，其實只有32億。然後這32億裡頭。多數都只有1萬塊，那只有少數的那通常都是中所得的家庭，他還能做一點，或者是比較不是那麼的，因為它是數據審查。老師，你的意思是說弱勢，伊就無摘掉，然後提撥啊？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後來在有一些思考的情況之下，沒有提相對提撥這個概念。其實我覺得相對讓父母親能參與是一種很好的概念，但是他那時候就是為了要把兒少賬戶都整合進來，所以那經濟咧，你因為前輩人我想哇，這個10年了，這4500的13年呢，這錢佫特別講，特別排除講無適用公債法。因為不適用公債法，最主要是因為我們
這一次還有1.25兆的國防預算。那這吧，我剛才想到講哦，這個公告人員啊，這十幾趴啊，佢要加回來，佢要裝這，我想到大家一個頭那個當然會有排擠效果，但是那個是在公務百項。那其實就先不要先哦。我坦白講了，到最後這種東西，福利通通都不會被犧牲，只會舉債。因為沒有所有的委員都不敢得罪選民。這唔就趣味咯。就我為着這件事，我借錢來給恁用，結果這個債嘛愛恁家己派哦，安尼是這個意思嗎？你如果長期來講是可以這樣說啊，但是以目前的財政，其實台灣像算是在前段班了。從其實我們幾乎都是在算。我看他們淡淡嘛呢。沒有，因為台灣的財務狀況真的算是在國際上算是很好的。特別這幾年的稅收的大幅的增長，其實在這一方面，我們認為是負擔得了。哦，會當負擔啊，以後攏會，獎處以後攏會好。當然，其實這個東西你要看最近提出了多少，包括了國防預算，如果是1.25兆加進去，那再加這個，那可能當然。你提的福利政策越多，健保是另外的一塊，對，它有基金去承擔，而且它因為我們其實營業稅有預留5%到6%這一塊是給健保的啊，對。那陳老師你按怎看呢？我刷對周老師的那個想法啦。其實我也跟他講，未來的那個財政有沒有辦法那麼樂觀？我其實沒有那麼樂觀。因為剛剛也談到了，就一來我們的少子女化的問題其實很難解決。雖然說我們現在的那個預算看起來是3兆，超過3兆，但是未來如果說我們的那個工作人口是持續下降的話，我們的產出是不是能夠維持？那到時候那個 deficit 就是那個赤字，其實就會增加了。好，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其實我坦白說，我還沒有那麼樂觀吶。那至於說這一次談到的這個未來賬戶。其實我個人啊，如果以我自己也是父母的那個角色來看，我在剛出生的時候，小孩剛出生的時候，我會比較希望是有及時的現金流。那來講就今麥提案來講，他都要12年或18年之後，他那個東西我才可以提出來使用。下也要有鏈接啊。對啊，所以講我會認為啦，除了講你要上今麥這種法案，我感覺上重要應該嘛是今麥好。願意生的迄個家庭有更加濟支持啊！我感覺這是開始重點嘛。那無你一開始你講都要欠錢入去，不過我12年18當了，我開始當用。這個誘因其實沒有到那麼大，而且就是有的法案它是沒有做排富的這個部分啊。我會比較擔心，就是說我們都會擔心說小孩就一開始就輸在起跑點上，但是其實。沒有排富的這種狀況底下，更會讓他在起跑點的時候就已經有落差了。那個貧富差距，人有兩手啊，手有五載啊，五載起來就是無變大啦。這就是，但是這個政策現不現？即擺現主席開戶39000，開戶率66%，但是就相對提拔的人就少啊。是。這個物件，我個人的。看法是講，無就這來做改善，來這個保障互伊來擴大，或者是還互伊較落實。老師，你會看，你做社工的人，你安怎看呢？因為咱即擺社工支持系統，第一社工無夠嘛，弱勢家庭就是無，就出代誌就是出代誌。這個物件是現不現？咱一般的中產階級是罵攏罵，累懵累，但是嘛是日子嘛照過。這是。錦上添花較濟，還是雪中送炭較好？雪中送炭較應該會較好淡薄啊。哈，對啊，對。不過其實今麥的自提率的話，確實是不高啦。那可能會如果可以的話，看是不是就現在的這一個政策再去做強化。當然，我也蠻認同，就是說儲蓄的這件事情，它應該要有一些誘因，是讓那個父母是要一起參與的。其實今日等下會講到，想講英國伊嘛是安尼會用了
想法啦。老師，你即馬是講英國是安怎用？英國其實講，阮今日吼會討論到，其實迄是一部分，就是什麼 JSA 啊、JISA 啦，吼，還是講 CTF 啊，迄是一部分。啊，毋過去年年底，就是講英國即馬要繼續要擴張誒，是一個叫做 Help to Save。啊，毋過 Help to Save 這個法案，伊本來是要停到咩2027年，因為伊感覺講做了無好嘛，是共款，就是講伊的目標。我喺即陣叫罵到要死。對，伊的對象是嘛是中低收入戶，就英國中低收入戶。但啊，毋過英國的狀況是安尼，因為講雖然講啦，伊即馬互迄個中低收入還是低收入經濟弱勢者的家庭的迄個給付無講介懸，吼一個月。上濟差不多300外英鎊到600外英鎊的這個區間，啊，不過伊除了這，就是互你的這個給付，像房屋津貼啦、什麼求職者津貼等等，兒童津貼等等這些，以外，你還可以就是或許有一些餘裕是可以去存這個錢到那個 Help to Save 的這個賬戶裡面。啊，不過伊是相對低期的，伊就是講伊2年給你算一擺，相對提撥。啊，4年了後，你就當用這筆錢，因為所以說伊的概念就是講，我除了我互你的這的津貼個服務了以外，你若是有急用的錢的話，我就是互你存這筆錢去做一定的應急啊。啊，接下來的話，它會更針對，就是說你厝內中低收入戶，你厝內有那個小孩正在就學的。李老師，咱先停一下吼。可能觀眾朋友特別想要了解講啊，英國呢，既然聽起來那麼真好啊，啊，現在要停起來，因為一開始嘛是有些問題啦，就是講相對提撥的那個比例不高啦，哈，啊，所以講以這幾檔繼續去撐起他的那個其他的津貼，啊，讓他是有更多餘裕，是有機會去相對提撥這個錢。因為我問過我朋友，伊講我上大問題是英國吼，要求這物價膨脹吼，太驚人啊。所以講到這個原因，就是經濟好的時候，萬項攏好啦。啊，那經濟歹的時候，社會福利求水啊。是。所以我驚的就是講，咱這政策講啊，哇，就高大上啊。但是到當哦，這風雲不切啊。是啊，咱台灣的經濟即馬當好啊，大家就想講來開啊。是啊，開啊，今日是18歲，我就攏互你啊。是債務也互你，啊，口罩也互你，攏你家己拍。是老師，你做社會福利的人，你安怎看這個？要安怎做講短期啊、長遠，這邊安怎來破敗咧？哦，所以真正真困難的一個問題咧。無，你小想者，你小想者，我互你時間來，吳姐啦，你來講看覓，你針對着哪邊的這個政策吼？因為頭早前3位攏講過吼。是啊。你家己的看法是啥物？我看吼，這是一個部分，就是互台灣人民吼，一個我少年啊，像我少年要生囝，我會擔憂嘛。為什麼會擔憂？擔憂的原因就是因為我會煩惱我有足夠的能力。來飼一個囝無，我會煩惱我的經濟有法度來請養一個囝大漢無，啊，所以今仔這個政策落來吼，對阮少年仔來講是一個保障，一個安定。這個政策雖然講唔是好嘛是歹，阮是要安尼看，阮是來看講伊的制度是要安怎甲符合阮的期待，甲阮的願望。因為這條錢若真正囥入去了後，阮咧看是安怎？未來阮囝若是較大漢了後，阮袂以為伊的這條錢會來起來創業。啊，伊會來還伊的學費，啊，伊會來講伊來買厝，攏會使。啊，比如講，今仔日有政府有這個政策落去了後，即擺毋是一個政策落去，我就必來生囝，無可能，這是無可能代志。足儕因素，比如講，我今仔日我可能我要生一個囝，我要考慮我的厝，我要買起無？我要考慮到我這個囝，我即擺台灣就是安尼，0到6歲攏是阮國家來互保障嘛。啊，毋過後壁。7歲了到12歲，我嘛是愛開阮的家己的錢。啊，即馬我提出這個政策了，我就是甲所有的民眾講，囡仔，阮做伙陪你行這條路，國家來該替你照顧。所以對我來講，這個政策，但我講有需要來去討論的所在。啊，毋過這個方向是對的，是對的。大家離少年仔看起來，當講國家會好當好一個保障。啊，所以你家己有認為講，第一，這個13年4500億，咱有法度通負擔，就譬如講咱那個借錢嘛，吼，
對啊。而且他都周老師也講過，講這可能有白貼哦，大家來瞧哦。因為即擺你來看嘛，因為8當來吼，這群黨已經佇兒童這方面已經開了4000幾億啦。啊，我看到後壁迄個是安怎？生囝越來越少。啊，即擺我們所以主任，你認為這個政策是為着要提升生育率嗎？生育率即擺這是一個原因，唔是全部攏是這個原因啦。因為我是希望來提升，啊提升了，因為這是你講來擺價講其他的財務嘛，對無？其實我來看是毋是一屆投資400幾億，這是阮頭一擺去國家提撥1000幾億嘛，1000多萬，1000億。啊後壁，阮家差不多18億，啊對，啊300億，因為我即擺來看的就是講，國家才有法度來做一個齊頭式啊，來去做這個承擔的這個責任啊。啊，是不是有他多啊？林老師說講可能咱無排富，啊，是不是貧富的爭差？善傾的人甲好嘢的人會都因為我提出來啊，我這無差，我無差我就落入去啊，啊，那有差的人要安怎？因為即擺吼國家離弱勢這邊吼，其實有做一寡的保障。啊，基本上吼，唔是大家人攏是弱勢，弱勢有一點仔規定內底，啊，有一種人是阮看袂到的所在，就是比如講我今仔我30歲下，我想要生一個囝，毋過我有我的工課，我的條件不符合弱勢規格、弱勢的資格，但是我就想要生囡仔，毋過我少了一個那個衝勁，我少了一股力量。你若講這個政策，吼，一開始我的思考就是講，若有這個。希望佇咧，我可能就會來去考慮講，我會當來生一個囝試看賣。這是一個每一個人的想法。你有確認講，若要提出這個政策法案是為着要提升生育率？這有一是的可能性。哈，因為大家人的想法攏無共款。因為今仔生一個囝，唔是單憑這個政策就會當生啊。伊是會做儕面向來去做討論的，因為啊，那在務面，你他認為講是當年吼，慢慢提出來，所以應該唔是問題。因為當然，因為即擺來講吼，因為即擺超徵稅收，因為今年是大家攏摕到1萬塊嘛。那比如講啦，每年超徵稅收內底會當來撥入這個戶口內底，我基本上這是嘛是一個好方式吧？咱敢是通好逐工過年？這嘛是要看台灣的經濟啦，我嘛講較坦白啦，嘛是要看台灣經濟啊，台積電啊，永遠的台積電嗎？對啊，嘛是要看台灣的經濟，所以這個債務的，這個所謂的台灣的財務預算啊，嘛是來看阮的立法院啊，來看國家的情形來去看的啦。來，委員。我是感覺講，迄當在質詢的時陣哦，足儕國民黨的委員攏是講愛用這個來處理這個少子化的問題啦，吼。啊，不過我想大家攏今日攏聽足儕，其實無法度靠這個物件，吼，有一個護頭，就有法度處理這個少子化的問題。我想是大家的共識，吼。啊，不過咧，第二個部分就是這個經費到底對倒位，醫生在倒位，這是上大上想我要討論的一個代誌。因為頭先我們去年有啥物3月時在討論的時陣嘛，有想到這個稅基剩餘啦，超徵。啊，不過上尾在討論的時陣就講無逐工過年的啦，吼，親像今嘛已經講短收500億嘛，吼，短收500億，所以迄當時才會你做大貴哦。再來，所以阮才來調整阮家己的設計，變做說會使在公務預算內底去處理，阮的版本是安尼。啊，毋過大家拄仔講的一個，我感覺有個一個最重要的代誌，就是講阮會使先來處理今嘛既有的這個衛福部的兒少賬戶無，雖然講因為伊已經有啊，啊毋過足少人會使存錢的，這個代誌我是感覺講國家應該先來處理，因為伊真正無錢啦。委員，你先甲咱講吼，即馬目前這個口罩是安怎？每一若是有符合條件是啥物條件？啊，然後提撥的情形是啥物？以中低收入戶，你若是去迄個戶政事務所的時陣，伊就會順便開一個虛擬賬戶。
哈，虛擬賬戶了後就是政府會先頭存一條錢嘛，1萬塊入去，啊了後就是500塊、1000塊、1250塊，你會使選你要存偌濟。啊，毋過上大個問題就是大家真正無迄條錢，因為引起中低收入戶伊想的代志就是我今日要食啥，我厝稅錢佇倒位？伊上重要的代志就是這個真正是無法度去存一條這個錢，所以我是感覺講，而且即擺利率才2%。對。啊，我囥佇遐，我會當生偌濟錢仔寄出來。我即馬所了解，因是無想了2%這個代志哦，因是嘛這條錢攏無啦，所以我是感覺講，阮會使來處理對邊緣即個中低收入戶，阮會使安怎來處理。啊，毋過我家己的想法嘛是講，因為這個代志，毋是講只要處理這個中低收入戶的代志，因為全部的。就是我拄仔講的嘛，少子化是國家危機哈，這些孩子未來都要承擔整個社會的工作的這個 workforce 工作能力哈。然後還有一個是這個承擔整個國家的制度，那他是不是應該要讓國家一起來支持？啊，今嘛上大的問題就是醫生，那拄仔嘛有講吼，這醫生無共款，我這是3年是2370億嘛，藍白版本是4500億，啊，伊是特別預算，我是公務預算，所以我是感覺這部分是上重要，來處理到底這個錢對倒位處，啊，還有內底的細節，所以阮家己上緊張的代志是講吼，因為咱即擺我突然間想到。觀眾朋友可能無了解，咱的即擺長照的錢攏對倒來？長照基金啊，它有另外一個，伊毋是對。啊，咱的基金的錢攏對倒來？基金的錢對倒位來？我聽講是每一人假分，有一關是，現在是贈與稅什麼的。對對對。我聽講是咱保留財源。假分的人，啊嘛有啦，這嘛有，有無共款的所在。那是哪有哦？是真濟哦，大量哦。是啦。多種財源。對啦，伊無足濟無共款的所在來。哇，咱有可能安尼去思考講，什麼物件是甲囡仔的這福利上相關？啊，就對家來北賠，啊，踢落遐，啊錢會個變有通做大。我是感覺講吼，對錢對倒位來，這會使討論。啊，毋過即馬阮上煩惱、上擔心的一個代志，就是12月的時陣，藍白推出這個法條這個版本哈，這個說法啊，他們也提出民眾黨現在已經提出了版本哈，對，民眾黨已經提出伊個版本，過去因這個速度有時足緊的時陣，就會直接逕付二讀，無開公聽會，無討論的時陣，這就會出代誌。所以迄天我在質詢的時陣，就一直在講，阮一定愛開這個公聽會，互大家會使好好來討論。無咱即擺就敢公聽會啦。無就是講，你看即擺哇，我互你錢哦，看會到。我另外一個思考吼，咱即擺年會到6歲，互國家勇氣吼，這項敢有真正全面性的 cover？我是剛剛也無嘛，應該是講公托啦，吼，不管是公托啦，還有托育啦，啊，毋過我是感覺這個部分，我家己的想法是會使閣加強啦。因為親像你話講，個這錢吼，包包啊個落喺內面，吼，所謂6歲進前的囡仔，攏免錢，吼啊，話是安尼話足歡喜啊，弱勢的人，我弱勢去加強啊，這錢是毋有夠嘅。你講即賣這個錢嗎？好，我若個你講237億嘛，我就逐年就騙237億，吼，每一個人攏讀幼稚園。毋過我感覺有一個問題吼，就是嘛有足儕家長在甲我講，6歲進前的福利措施其實是足儕，毋過6歲、7歲以後讀國校啊、國中。就無啊，就無這個集體啊，吼，大家都點頭，所以我是感覺講錢啦，大家開嘴就是錢啦。因為7歲了後，我小朋友你若是國家希望伊是一個國家的棟樑，吼，教育品質嘛要加強嘛，對不對？啊，體育、體能各種，家長嘛愛支持啊，對不對？即馬阮攏愛付足儕錢在處理這個囡仔的所有的收費，啊，若是會使甲委員，啊，若照你安尼講，支持一個是毋是？真好啊，啊就變做，但這攏是現出時嘛，啊，但是這考做是攏愛上無才10幾年了。啊，毋過你若是你看，你若是即馬這個考做，若是你到12歲還是18歲的時陣，18歲的時陣，若是小朋友要創業，若是要去圓夢的時陣，伊就有一條錢啊，會使去支持伊啊。你若是攏無這個錢，啊，若是你厝內的小朋友講一個較無歡喜的代志，若是爸爸媽媽有工課出代志的時陣，有啥物狀況的時陣，伊18歲的時陣。是毋是就變做伊就無即個
機會。這我當然是 I agree that is good。我這當然是好的代志，但是我有其他的選項無吼？我要請教周老師吼，因為即擺人攏講啊，這囡仔你就是自細漢仔會經這個財經的理財的觀念啊，會通啊欠錢啊，阮細漢時陣這個好好強迫，直接有人口做，每一個人寄金嘛。這當然這個設立這個賬戶是當然有一部分的這種教育概念，但是。其實最重要的概念，就像委員講的，其實是希望給他們未來有一個圓夢的錢。今天如果其實我認為這個不會擴大貧富差距的原因是為什麼？有錢人根本不在乎這個。你今天65萬對有錢人那不是錢，但是對一個很窮的中低收入家庭，65萬是可以讓這個小孩有機會去圓夢的。但為什麼不排富？因為很多的情況之下，其實不是那麼容易做切割的，包括所謂的中收入啊，這是真的中收入。對啊，你認為這是技術性還是本質性，就是無法度？在本質上其實很難切割。啊，安尼敢是好代誌？因為很多包括中低收入的家庭認定，其實是什麼？他除了給里長認定。然後要像我老師你頭講，我想，65萬對我來講嘛是真好呢。我們中介收入。然後包括學校可能的認定要請老師認定，但是老師通常不太會去得罪家長啊。其實這個很多的審核機制其實是沒辦法做到真正的去切割。我安尼老師，還有一個吼。我也是愛問講，啊，這個65萬，吼，也許是50萬、65萬啦，吼，你提撥18當了後，這個錢是不是免費起大給愈加愈細？這個很難談。啊，這迄陣是圓夢是夢見的小小的夢啊。但你不能通通都不做啊，因為其實未來的通膨，以台灣的通膨算是相對的穩定。但是你不能，老師，你做財經你唔知，咱是通過控制水電做物價控制，逐年用預算就去降水電，就去補貼呢。馬總統之前油電雙漲被罵的原因。是咯。所以其實很多，但是這種東西每個政策都有兩面刃。今天你不補。你不知道後面的洞有多大。不是哦，老師，我不是調侃要來制度哦，我是講提供我大家來思考，講，這安尼敢對？我是認為有做比沒做好。方向是對的。對，政策可以怎麼討論呢？我是驚吼，公電去做超一步了。藍白現在的其實每年的260億不是問題，其實是剛開始的快1200億那一筆錢是。因為不然他其實也可以用公務預算，但是他現在為什麼提特別預算，就是因為他沒辦法解決第一年的錢，所以最主要的是無來個金門高粱借錢嘛，無來台積電借錢嘛，是不是？林老師，你其實剛談到就是說那個，如果說要排富的話，好不好切割？我會認為。這個可能要從就是近期，現在應該也快要有那個最後版本的那個就是社會救助法裡面去思考了，因為其實歐洲國家他們並沒有像我們有那麼多的那個審核上面的限制，他們主要就是說這個家戶他的那個所得有沒有到，比方說像所得中位數的40%到60%之間，他其實就可以開始使用那個就是所謂的那些剛剛談到像英國那些給付，他其實就可以了。所以他的那個範圍是可以拉得比較廣，讓那個盡可能讓大家或是說是接近貧窮或是什麼樣的這個狀況，它都是可以使用的。因為每一個家戶，他隨着他的那個生命歷程不同，他其實在他的那個經濟狀況會好會壞。這也是為什麼那個剛談到的那個 Help to Save， 他的思考就是說，差不多細當周遊吧，一生下差不多細當周遊，他可能他經濟狀況會從那個比較低迷的，然後再起來，因此我再搭配我其他的這些的給付，我就可以做。但是
這個問題就來了啊，就是說我如果今天開始來推像現在提出的這些法案的話，它其實是蠻有可能會去排擠到我要做其他這些政策的那個一些對，然後還有其他年齡層的，我像說高齡者的，然後我還有那個身心障礙者，還有其他的這個人口群的這個政策的這個經費到底是否足夠？我覺得這個會需要去通盤的去盤點吶，會需要通盤去盤點。老師你當佫舉一個外國的例吼，我看川普吼，伊即馬創的是2025至2028吼，現出時的政府100項吼，一次性的存入1000塊美金啦，家庭甲雇主每年最懸合計會當存5000塊，雇主上限是2500塊美金，啊投資 ETF 吼。啊，滿18歲會當有3000至13800，教育、買厝甲創業，伊嘛是用安尼。但是我所了解的，這可能到目前為止，這實行的可能性，會真正會流行的 popularize， 可能性也無低啊，無懸啦。這以美國的社會來看，那麼其他的這個國際社會呢？老實說，你了解？譬如講澳洲呢，澳洲我咧看伊專門攏是社會福利的哦。澳洲遐我都無講。咱來看伊家庭稅務哦減免 FTB， 甲新增的補貼哦，啊無採長期性的投資考做的模式是互現金補貼哦，而且頭一梯你補貼哦，這1725塊澳幣呢哦，啊隨後每2禮拜。領家庭津貼是，這是社會福利金，而且減輕了家長日常的養育甲托育的負擔哦。Child care subsidiaries， 佫2026開始要推行了3日保證的托兒的補貼政策。所以伊就是針對講來其他的賣講，咱家免講這個其他的大家來。你有困難的來，我攏直接來的，因為伊社會這還佫有一個前提哦，可能要請周老師來補充。一個社會應該個稅基愛到偌濟，因為咱頭所記的這種是社會福利國家呢，咱國家是還佫一擺的，無到迄個程度哦。咱難道咱每一個人稅攏愛納較濟嗎？還是講好野人來甲抽較濟稅？還是講5萬像頭主任講的，講咱逐年都抽稅攏用伊啊，這規個講入去。台灣的租稅負擔率沒有說很高了，但是但應該是足低吧？偏低啦，因為但是你其實剛剛舉的澳洲這個例子，我是認為這是跟兒少賬戶是不太一樣的，因為這。我們現在的政府也有提供了出生就給了10萬元的津貼，這就比較像這個的照顧。而這個是我希望他未來，他18歲以後，他可能有一個啟動資金，想做什麼事的啟動資金，並不是要給他來做這個他的這個0到18歲的照顧這部分，我們是認為除了國家的，然後再這是父母的責任。這筆錢其實是未來要保留給小孩的，而不是讓父母拿來用。所以它的構思的概念是不同的。那台灣現在的租稅負擔率，負擔這樣的福利政策目前是 OK， 但是當然如果我們還有其他的特別預算。再加進去，其他特別預算哦，因為現在這張看得到的大概就是1.25兆嘛，那基本上也我覺得不太可能去擋它，所以那馬上就是那8年1.25兆下去，就是一個很大的負擔了。這個人預算還個人預算，我未請教主任吼，這安尼一開落去吼，這是無得深起哦，是，這咱他看13年4500億呢。對啊，我有拄仔咧想講吼，阮之前都會當補助互台電1000億啊，這1000億來當補助來到阮這個靠做嘛是會使啊。
就是我就想法就是安尼，咱若要掛播就台電，嘿，咱可能就要起價哦。對，就可能就起價嘛，所以這就是一環扣咧一環嘛，所以我是感覺講這個政策若大家有共識，看要來處理，看要來調整，互這個各方面攏做到攏會較足，看來安怎解決這個代誌，因為畢竟講啦，這個政策大家攏咧做，只是講離台灣安怎較比較適合台灣這個情況啦，因為台灣情形較無共款，因為我嘛是像我之前講的，0到6歲保障是有夠的，毋過6歲到12歲，還是6歲到18歲，囡仔的保障離題，我嘛是愛做，毋是講這政策無好賣做，是講要安怎去做甲完全，這個制度甲完善安尼。啊，主任啊，照恁這個民眾黨的看法，6歲以上到12歲，甚至到18歲，佫上需要啥物物件？會當記下來袂？因為基本上吼，你若6歲以上起來嘛，阮會比如講教育，囡仔若上課上了後壁，有的囡仔比上個課後的補助，因為課後壁吼，即馬是愈來愈懸，有的人是1對1，有的人是1對12。囡仔的需求，家長的希望都無共款。比如講，佫有囡仔比上體育的物件，佫有囡仔講想要音樂的物件，佫有一個技能。像即馬吼高中開始無，有的學校是咧教囡仔啥物 AI，對高中開始就培養囡仔的家己的專才了，這是國家的未來的啟發。因為對高中開始，這是種想家長來出錢來去培養囡仔。毋過家長即馬哩經濟咧佔哩也薄的情下，那國家會當甲伊殺一個力，這是一個好代誌。所以，對我來講啊，家長的情形來講，我想要培養一個阮的後生查某囝時陣，我就咧想講，我會敢去加做啥物代誌？毋過加做這個代誌，我就咧想講，我口袋還佫偌深，嘿，我佫有偌濟咧厝的貸款要繳，我佫有偌濟的錢會當我來教育我的囡仔。所有的家庭攏是安尼啦，所以我感覺講，這個政策落去吼，互一個家庭攏有一個安心安定的力量啦。他主任講到這個6歲以上的吼，我用這個題目來問委員吼，委員，咱知影講新加坡吼，伊的 CDA 啊，伊資金會當開佇，你比如講身軀白疼，會當來開，吼，咱這愛收到18歲。咱有可能，譬如講以緊急的名義，還是講譬如講像頭主任所講說，如果若這個囡仔伊來想要學栽藝，要創啥，我會當來即用，還是安怎？敢會失去伊本來這個意義？比如講，我要圓夢，願望安尼。我是感覺講吼，因為即馬大家本攏是到18歲啦，其實。本地大家攏是到18歲，毋過因為即馬阮嘛是有咧討論講，會使到12歲的時陣先提出來，毋過是一定愛限制是啥物款的名目啦，要有限制相對的一個名目。像新加坡，它就是針對於醫療跟托育這種急用的狀況，還是用在孩子身上，你不能夠說拿去還家裡的貸款，好，或者是你去還債等等，你不能這樣去使用，它應該還是要回到孩子的身上。那我是剛剛講，這時也是來討論是不是12歲的時陣先有這個機會，因可能小朋友可能醫療各種方面、教育上面，也許也是東西也是來討論的。因為這個我會問特別問委員就是講，咱即馬目前所看這個版本內面，對着安怎會當緊急，什麼叫做緊急？上來認定，像頭先兩位周老師甲林老師攏有講，迄緊急的認定有當是真濟會出入去啊。對哦。這個機制應該是社工支持系統愛來做判斷，還是講像頭林老師所講，無咯，我就是你若是你的經濟條件來做處理，安尼就可以啊。因為這個部分吼，若是先來講，阮即馬社工的工課實在是足濟啊。但是毋過因要開戶的時候，其實甲社工的工課是較有關聯啦。是啊。即馬是安尼啦。若是講這個是要擴大到一般的家庭，我覺得它就不應該在社工的既有的系統，因為我們現在的社工系統是吃不下這件事情的。
對，他應該可能就是要回到可能是學校的系統，或者是未來的兒家屬的系統，因為我們有即將成立一個兒家屬。如果我們兒家屬可以把這東西放進去的話，我覺得交給兒家屬來處理會是最好的一件事情。這樣子，我的想法是這樣啦，對。啊，那有一種想法，既然去到衛福部啊，不如就親像敢若全民健保同款。全民健保啊，每一個人攏納錢。啊，你要使用的人來使用，但是使用的時陣必須要一定的條件。你講全台灣，不管你是囡仔還是大人，攏會使用哦。你是安尼講？不是啊，是所有的囡仔。所有的囡仔。你若是出事了，你就加入一種類似健保的這個方案裡面。每一個人要使用要創啥？當然要有排除一寡條件嘛，這敢有較有，因為錢平要開要開較有這個有當常使用，因為既然親像 CDA 有講到講，伊要醫療支出啊、托育啊安怎？不過伊大部分嘛是用在教育甲就業哦，這是講伊講這是例外，若是你有真正有這個需要的時陣，你會使。不過伊大部分嘛是用在教育。你每一戶來我底下真大嘛，你來甲我借錢，提留貸款，還是講你要學貸，安怎？這敢有可能性呢？周老師？其實，跟新加坡的情況是不一樣，因為新加坡是一個完整的賬戶，它未來還可以他這個兒少的兒童發展賬戶，未來還可以跟工作的賬戶結合，那賬戶結合以後還可以買房子幹嘛的？所以它是新加坡是從很早之前就開始在規劃這件事情，所以他們是有一個完整的發展，包括了他們為什麼可以做組屋，做這些東西，其實他們是在民國60幾年，他們就用5%的 GDP 在做這件事。所以，我們台灣永遠未來是不可能可以效法的，因為現在你就算放20%的 GDP， 可能都很難做到。那你放20%的 GDP， 所有預算都不用做。就是怕這個。無啦，我當然知影20%的 GPT 無法度嘛。對。所以唔只動腦筋講，無大家敢若迄個標會啊同款啊。你逐個月來納錢，不如納這些抵押裡面，你若要用的人來處，一定的條件。其實藍白的賬戶有一點類似，但是那個就是他們是類似於勞保的未來的的賬戶在那裡，然後它其實是有一點像學勞保的方法來處理這件事情了，但其實重點是這個特別預算最大的問題，其實是在第一期的1200億，這我是覺得這是目前最大的痛點。我們講愛去甲今仔要發說會落來去甲台積電討錢，看伊通啊借咱錢無？是不是？那政府來甲台積電借錢。後續其實是還好，後續的260億其實是可以用公務預算來處理的，但是前面的第一期1200億。以現在來講是不可能可以編出這筆錢。林老師你安怎看？其實拄啊，主持人講到迄澳洲的經驗，就比較像是我們剛剛在談到的，就是說你可能除了有這個賬戶之外，你去充實各種的那個福利服務跟現金給付了啊，這是一個。那新加坡我也蠻同意那個周老師的看法，那是不太可能跟他們一樣，但是新加坡還有他自己的問題。因為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一開始它是要用來支付退休金，但是後來就開花了，因為它的那個錢後來就給那個 HDB 用，就是蓋主屋的這個單位去用，然後後來就加入了各種的那個國營事業的那個股票，它都可以去投資，然後就一直開花到現在，到它至少有3個比較主要賬戶 ，ordinary account 一般賬戶，然後 savings account， 然後還有 MediSave account 就醫療這樣子，所以。像 CDA，它後來的話也可以就是轉來，然後匯入到這邊，但是它的問題還是在於說，它的退休金，它的賬戶裡面到時候的餘額是不夠的。新加坡的這個狀況就會變成這樣子。無夠，伊這嘛是大家講我有新加坡的朋友啦，講這有敢若無咧。對啊，因為他後來還開放說可以讓你的子女去幫你 top up， 就到你的對，所以這個就一直這樣子所以就無一個政策會當安尼完全適用講遮長久嘛，
是。我今仔日咱会來討論講18年這項代志，是不是應該來思考講，嘿，這18年啊，咱都唔知影5年了後，咱5年進前，敢會知影講咱即擺 GDP 會超過韓國、日本，咱嘛唔知呢，是不是安尼？啊，那18年了後，咱的 GDP 啊，咱的經濟前景，咱的通貨膨脹的情形，敢有法度通好來適應？我是有看一個資料啦，他就在講說美國的那個 CDA， 它其實也確實受到那個通貨膨脹，或是說受到那個經濟的景氣影響。所以說我看到有一個資料，他是談到說，他平均假設一個賬戶是1000塊的這個美金，它其實在經濟就大概在2007、2008年那段時間，然後或是說在那個COVID-19 那段時間，它其實那個賬戶是下降的，然後是到那個經濟比較好的時候才起來。所以說，假設說有一些的人，他到達18歲的時候，剛好是經濟不景氣的時候的話，那當然就會有這個問題。啊，唔就3年一溫，風水照輪哦。如果是全額提撥的話，是這樣。